后来这2天，民众抢买物资，尤其是白米是抢了了。问题是台湾的白米敢真正无够呢？咱的记者实际到南投甲嘉义的米仓，发现讲，这个白米是规厝间哦，至少会当互全台湾的民众食8个月拢无问题。咱的乡亲时代，若正经有去买米，要藏起来，无要随食。若是真空包装的，会记哩，爱先放伫个冰箱的冷冻库1礼拜，安尼白米才袂生米虫。草屯农会人员10个人轮流加班，赶工包装白米。1、2个礼拜前开始加班，一天大概12个小时以上。对早时8点一直培养到暗时8点，赶出去互各大通路。这几天民众去卖场抢买，这白米会当讲一上价就扫了了。必须要去加班这样子，来供应这个市场上的需求。民众买遮济米等去厝咧，一定爱掌握多准的要领。农会提醒民众，有肯托用这白米室温内当放10个月，免冷冻。真空包装的白米，若毋是随便食，会记你先放入去冰箱的冷冻库1礼拜，防止生米虫。若是拆开啊，会使放入去冰箱的冷冻库，不过摕出来了后，就莫搁放入去冰啊。变湿度变重哈，你拿出来之后就会结块，甚至发霉。你看满仓满谷哈。白米敢真正无够食，咱实际上行一撮南投甲嘉义的米仓，内面囤甲一包一包的白米，囤甲那山咧。即马全台库存量超过90万吨。整个所有的粮仓的库存大概还可以吃7、8个月。虽然白米的库存绝对有够，不过为着供应全台市场，农会也是加班赶出货，嘛希望民众买米等去厝一定爱保存得好势，以免失当去或者是去米虫食去，颠倒浪费。